这里是 HSK 標準課程第2季的課文閱讀音頻นี้เป็นเสียงอ่านบทเรียนหลักสูตรมาตรฐาน HSK ระดับ2โดยข้าพเจ้าเบาเทพวงศ์第2課我每天6點起床生詞1生病2美3早上4跑步5起床6药7身體8出院9出10高11米12知道13休息14忙15時間課文1在運動場你很少生病是不是喜歡運動是啊我每天早上都要出去跑步你每天幾點起床我每天6點起床課文2在醫院吃藥了嗎現在身體怎麼樣吃了現在好多了什麼時候能出院醫生說下個星期課文3在操場大衛今年多大20多歲他多高1.8米幾你怎麼知道這麼多啊他是我同學課文4在房間張老師星期6也不休息啊是啊他這幾天很忙沒有時間休息那會很累吧他每天回來都很累